圣诞节的时候会摕迄个树啊菜伫遐，所以应该是圣诞树。圣诞树对唔对？这个音应该调整一下。哦，所以讲听起来敢若音的问题哦。所以表示答案应该是对的。有人要搁试看嘛？今日即马唱着你的啊！哦，来，好来，圣诞树，圣诞树哦，嘛袂歹哦。老师圣诞树，安尼嘛唔对哦。甲试看来，卖。搁要搁试看卖无？哦，来，来，来，滚啊！圣诞树，圣诞树，甲头一个讲的是共款，你搁改一个。圣诞树，圣诞树，老师对。啊，中迄个音甲调一下哦吼。中那个音啊，弹掉啊，我你弹掉紧的。圣诞树，你是太厉害了！这确定是台语吗？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这正确的。来，圣诞树的台语，你看圣诞，咱讲圣诞嘛，啊，这恁拢会晓讲，啊加一个树，咱台语较特别，伊就是爱连读变调，所以变圣诞树，圣诞树。